再来看这家己市政府呢，明仔后日是要来普发6000块的现金，也搁有65岁以上4大的这个春节礼金。市政府团队是点到15.8亿，由这警方来保管这个现金。明仔载透早是会交予专人来领起本，全程拢有警察护送。家己市政府民政处甲社会处出动100多名工作人员，无因咧点收现金。 才计共有15亿8千万，市政府暗算伫24、25这2天要开始来进行6000块的普发，搁有65岁以上长辈的春节礼金。过年可以加菜，也可以购买一些新的家电，买一个较营养的吼，一个出去外口佚佗一下安尼，对咱本市搁消费一下吼。家己市这届加发予市民6000块，计共设立136个点，用分阶段办理的方式。 第一批伫24、25这2天早时8点半到下晡4点，民众只要有载囡仔、身份证甲通知单，就会当伫指定的所在来领钱。1月24号、25号，请大家务必要携带着通知单，依照我们有136个指定的发放场所，大家去领取。为了要保护这15.8亿的现金，家己市警方嘛全部动员，家己护送到市警局来保管。24、25 2天会增加500多名警力，除了协助介护送钱到136个普发的据点，嘛会加强巡逻，让现金普发会当顺利进行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